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过去一礼拜拢咧落雨，大家感觉足烦的咧。无要紧哦，后礼拜开始啊，咱的太阳光就会出来啊吼。但是特别注意，就是太阳光出来的时候，迄温度会足悬哦，注意迄个高温的状况哦，请大家爱注意一下。今仔正好，今仔是迄个大专中心的奉献主任吼，咱有廖传道伫咱的边啊，还有政大长青团契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咱继续来关心大专的曙光。这是请廖传道传咱做会场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咱今仔日有真好的天气，会当来教会来敬拜、来服侍、来学乐你。祝福咱有一个专心的心、敬虔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通过阮的同工的服侍，通过你的话语开听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更新，互阮搁一摆来面对即礼拜所有拄到的问题，伫即个礼拜会当经历到你有缘甲阮同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对兄弟平安，喂，有听到吼？感谢上帝恩典，咱今日无风、无雨、无日，嘛无寒，嘛无热，逐项拢无一个好天，咱来到上帝面前三甲来敬拜上帝。所以咱是幸福的人其实今日看起来有足侪青年伫咱的中间，这嘛是另外一个幸福。咱来去看有的教会实在是边境年龄非常悬啦文山教会其实上帝真大的恩典互咱常常看到少年人、青年人伫咱遮出入，一项真欢喜。好，咱来练咱今日的诗，第一首是238首，毋是，还是345首。咱来先吟345首，这是咱今日的诗歌。这咱的月圣诗啦顶礼拜嘛吟过，咱做伙来吟。我心欢喜，吟诗出声，愿的祈祷求主听。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看阮手三重行，你看阮手，你看阮手，你到位看阮同行。好，这首诗歌是安尼伊写乌克兰、俄罗斯啦即摆乌克兰看到这应该足无爽快啦这是乌克兰的民谣咱圣诗家甲注解是伫俄罗斯。其实这是一条乌克兰的民谣是东正教其实因伫暗时咧吟诗的时咧唱的一个歌这首诗歌其实伊的音符是尖声所以你若甲想象成手中的声音，当当滴当当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伫唱的是较轻声甲当做钟声这个方式来唱，咱第一再过来一遍。愿心欢喜，吟诗出声，愿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看阮手三重行，你看阮手，你看阮手，你到位看阮同行。第二节，阮若拄着忧闷艰苦，求主使阮来看顾。互阮在你
甲阮徛起，使阮开力来保护，使阮开力，使阮开力，你使开力来保护。好，咱过来吟另外一首诗，圣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权至大。正熟的诗歌啦吼。来，我主上帝至权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拍伊脚，欢喜听我要求伊名。无啥熟的歌吼，来，咱过来吟一遍第一节。来，我主上帝至权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拍伊脚，欢喜听我要求伊名。咱若看到这首诗歌，伊写着作词是杨树勇牧师，杨树勇牧师其实是咱早期，可能比咱早一辈的牧师。伊是中央大学，中央中学毕业，读男神做牧师，去日本留学。其实伊的文学的素养真好，伊真够写诗。所以落尾巴克利牧师伫做修正即个咱的叫做台语圣经的时，伊拢伫协助。落尾新版的台语圣经旧约的伫修正，拢是伊伫处理。所以咱看到足侪诗歌，其实是杨树勇牧师所写的，伊文字足好。咱过来吟一遍，这算咱伊这歌的这个叫做曲调是德国调，但是填词是杨树勇填的词，所以这一个大家了解一下。第一节过来一遍。我主上帝至权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拍伊脚，欢喜听我要求伊名。第二节，主上使我阮地紧做，我着怎样？报答，我要放弃救恩的杯，愿你欢喜甘纳。好，咱过来看一首诗，圣诗592首。咱行世间的路。第一节。第一节来哦。咱行世间的路，心肝艰难无助，因为心事也袂晓我，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无打算的事，帮咱的人来对咱讲，互咱听通道理。第二节，咱嘴句句无开，那真好伫叮当，不过因为有拄着伊，咱就到情无共。
真多的事，论拿撒勒耶稣，是怎样这神的辛苦的罪的接受过？这首诗歌是加拿大宣教师明友德牧师所写的诗。明牧师其实是伫北部台湾的北部伫宣教的一个牧师。马街吴威廉牧师过身了后，明友德牧师就接续因的工课，伫北台湾做真侪宣教的工课。所以或做这个新学院，伊嘛做过新学院的院长，伊嘛做过淡江中学的校长，嘛做过北部大会的议长，所以伊等于是伫北台湾的宣教活动真活泼的一个牧师。YMCA、YWCA 拢是以色列的，所以这首诗歌是伊写。这首诗歌伫写啥？耶稣受定过活了后。伊有2个学生要前往以马忤的路上，忽然间拄到耶稣，迄阵因认袂出来，拄到过活的耶稣，因认袂出来。这首诗歌其实就是伫讲这几个故事。我前一阵仔听一个物理学家伫做见证，伊讲我物理学家讲的就是证据。伊讲恁甲我讲，耶稣过活的证据伫倒？挑战，人家挑战，讲耶稣过活的证据伫倒？其实要去以马忤的路是什么款的路？是甲去耶路撒冷的路是背道而驰。就是这些学生其实伫耶稣受抬了后是伫走路，完全丧失因的信心，完全。就是对原来对耶稣的期望是完全的消失。但是这个物理学家讲，伊讲对这些学生完全失去信心，到后来会真做宣教遮大的动力。伊讲若无耶稣过活，哪有这款的代志？以马忤的路上，耶稣献身予伊的学生看，这是一个重要时刻。耶稣甲因同行，还是讲因甲耶稣同行？咱过来吟这首诗，咱行世间路第一节。世间的路，心看艰难有尽，因为心思也袂晓我，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伫无打算的时，帮咱的人来对咱讲，互咱通听道理。第二节，咱嘴句句无开。真好的叮当，不过因为有拄着伊，咱就甲情无共，问伊真多的事，论拿撒勒耶稣。是怎样这神的辛苦的罪给你受过？第三节，后来人就讲，伊是嫌无应该，咱那明明一本圣经就。了解，只就引起摩西，甲古有精神的
来甲是咱带咱对伊实现主所加心。请咱闭眼心，来开始咱今日敬拜。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即时三甲来吟圣诗，圣诗345首，圣诗345首。圣诗345首，我心欢喜，吟诗出声；阮心欢喜，吟诗出声。阮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牵阮手三冬行，你牵阮手，你牵阮手，你逐位牵阮同行，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伫周报的第7页，也是咱的荧幕面顶嘛有。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时咱来启应文45篇，启应文45篇。启应文45篇，也是以赛亚40篇40章。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伊召集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夜，嘛袂sen。夜sen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拢会夜sen。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即时三甲过来吟圣诗，圣诗238首，圣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暗耳孔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咱同心来祈祷。
至诚恩典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你用恩典带领阮，赦免阮一切过犯，用慈悲怜悯看顾阮，用信实供应阮，搁赏赐信心坚固阮。你互阮知，伫世上所拄着的任何艰难，拢袂当将阮甲你的疼来隔绝。野生的、软弱的，你加添气力；忧愁的，你来安慰；病痛的，你亲手来医治。求主帮助阮，互阮着专心倚靠你，毋通倚靠家己的敖。你的话讲，毋通家己看做有智慧，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代。因为出自上帝的话，无一句无带有气力。上帝，你掌管一切，你是早伫地，即摆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亲爱的主，你是阮生命的泉源，是阮的石盘，是阮的山寨，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伫即块岛屿，阮的国家台湾，无论要面对的环境是怎样，阮相信你的慈爱永远无改变，你的恩典永远甲阮三角伫地。你是阮的仰望，阮的气力。主耶稣，阮感谢你，今仔日是台北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愿主你的圣神嘛大大充满伫阮的礼拜中。感谢上帝，借着廖传道来请安报告甲讲道，互阮嘛会当搁较了解大专中心的事工。无论阮是三体祈祷，还是奉献，拢求主你，互因的事工有主的恩典充满，将你的福音传互搁较侪人来知。主，阮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继续对阮讲话，搁再一届来甲你立约，将真理的道路指示互阮。愿你的旨意行伫阮的生命中，愿上帝的疼甲救恩伫阮的心内坚定阮。愿一切荣耀学乐归伫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我来读一位圣经，记伫路加福音24章30节到35节，伫新约的部分102页。路加福音24章30节。三角坐道的时，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近伫伊脸边无搁看见，因就三角讲：老年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就即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着11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伫讲：主果然搁活，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两人也讲起伫老年所拄着的事，甲伫爬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读圣经到这，这时咱请社青甲玛纳团契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主啊，我要跟对你。
即是讲道廖文如传道，伊要讲的是亲自行近，做伙同行。敬听的科牧师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有这个机会，当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咱教会来请安报告。若是看到咱的头前的相片，其实我伫10趟年前嘛来咱教会主日礼拜过。迄时我咧读淡江大学参加淡江团契时阵，团契要来想讲要去出游安尼吼。咱的迄时阵信德伫咱团契中间。伊就讲，咱去文山遐动物园佚佗，过来教会做礼拜安尼吼。所以有迄张咱伫教会的相片那个10年前的黑历史安尼吼。有信德伫内底，信德内底有。迄时阵吼，伫大学时阵吼，我着实在足济，除了信德吼，阁有透过信德，阁实在咱教会的宣豪。宣豪迄时阵伫政大长青。所以我嘛有来甲宣豪来咱遮文山教会是伫遮安尼吼。阁拄着即新化吼，毋知大家有较知影即新化吼，伊是菲律宾来即侨生安尼吼。迄时阵着有实在咱教会遮青年安尼吼。除了以外吼，后来我3年前来咱学生中心服侍的时阵吼，未入来时阵我着知影讲，我要带辅大甲台艺大了以外吼，阁要带咱的这北区联合团契吼，就是全部的团契，18个团契组成的这联合团契这事工吼。所以要带因这团契内底的4个主席、副主席甲这书记甲这总务吼。迄时阵我来时阵的主席吼，拄好选到就是咱教会警员啦。所以我第一届带这联合团契是静源甲伊的同工吼，所以敢若甲文山教会这连接阁开始10年前、10年后阁开始连接起来吼。即摆今年选是第4个，我带第4届的这联合团契，今年选出来是咱的丁宪。我讲我哪会遮有幸运吼，带着咱迄文山教会迄个兄弟吼，拢互我带着安尼吼。因即马这拜5、拜6、拜日拢伫三芝做迄个交接，这同工的交接的这退休会吼。因即马搁咧三芝吼，甲丁因吼。我问讲，恁今日要去三芝遐教会做礼拜吼，还是安怎？因为恩宇哥要来咱教会来讲道安尼吼，恁着家己治理安尼吼。因搁讨论讲吼，丁贤讲。恩宇哥，阮等下吼，早顿食煞吼，要来赴这第2顿的聚会礼拜吼。我想这是迄警员甲丁宪吼。后来这警员毕业了后吼，有足侪伫这团契内底有足侪实在警员的同期的这其他团契的学生青年吼。我问讲，恁毕业了后，讲有联络无？伊讲有啊，阮即摆拢去迄。拢组一个团契，我讲你组一个团契，啥物团契？伊讲晨曦团契啊，晨曦团契。你搁去山顶土地聚会，安尼袂歹哦，安尼恁遮毕业生吼，安尼做伙袂歹吼。除了这警员甲丁宪吼，阁有咱教会的新宇执事吼，嘛是甲我甲宣豪拢是差不多时期的遮的大专的青年吼。所以。对于阮毕业了后，阮着真望甲这伫大学时期实在遮的亲人、遮的朋友，会当做伙，阁有一个伫信仰内底的时间吼。所以我伫新学院进前是伫南港教会做干事，迄时阵阮用伫平常时的下班的时阵组一个读册会查经班吼，家己组的吼，伫大专学生中心遐。阁有一个暗时的这聚会时间吼，甲新宇，甲迄恩硕吼，到伫迄所在来聚会吼。我太太嘛是伫遐即个组，毋是即个组织，即个读书会实在安尼吼。所以我想我讲，其
其实我拢伫教会，来就是讲，请教会拢会当过来支持哦。其实我真感谢文山教会吼，拢培养足侪优秀的青年吼。虽然伫台北市，但是因永远伫平常时参与因团契的聚会啊，比如讲6号、崇真、信群吼，拢是咱拢真认真参加团契。我想拄场中咧分享迄个科学家问讲，啥物是国外证据？我想，毋是咱的遮一代一代的信仰内底时代传承遮的信仰，互即马伫这世代青年，犹原会当伫信仰内底继续来坚持，跑走因的信仰的路程。我想，这毋是耶稣国外的证据吗？所以嘛，真感谢文山教会会使来继续来支持吼，继续来支持。即几毋止10年吼，拢来支持这大专团契，这正大长青吼。即马正大长青的辅导吼，义山姐吼，嘛是我伫淡江的时阵。淡江团契时阵的学妹安尼吼，所以我想，阮一代一代足侪青年来照顾，来去陪伴咱的咱的青年吼。我想真正就是主耶稣国外证据，吼，咱有亲身经历着主耶稣国外这温底甲疼痛，总是伫即个陪伴的时期，毋管是伫中心团契，也是讲咱教会。伫陪伴咱的有需要的会友比如讲伫病痛中间，也是讲伫苦难中间，也是伫即个艰难的时阵，也是讲咱的陪伴咱的厝内底的亲情，也是讲朋友。我想对伫迄苦难内底病痛内底的人是一条看袂到头前当时的继续的路，陪伴咱的。是说陪伴咱的兄弟姊妹，关心咱的兄弟姊妹，敢若嘛看袂到，伊当时敢会较好，毋知当时会好去。今年年初到即马吼，阮兜3个囝陆续拄着确诊。过年时阵了后确诊，228确诊，4月时阵肠病毒3个拢着吼，然后3个确诊，3个拢着。顶个月因都拄着这类流感的状况吼。我想做爸母的应该真了解，这囡仔破病实在毋知影当时会好吼。即马阮囡仔虽然医生讲伊好去这类流感也是讲确诊，也是讲这状况拢好去，但是敢若即马佫有一个叫做啥物确诊了叫做长新冠这状况对无吼？所以阮囡仔嘛一直继续咧食药安尼吼。特别是阮太太是护理师，所以伊就注重这囡仔这健康这部分吼。无管是陪伴破病的人，也是讲伫心灵内底有需要的兄弟姊妹，陪伴阮的逝世亲人，敢若拢是一条看袂到终点，看袂到可能伫咧中间，阮看袂到效果的一条路。伫这个时期伫这个时期，我就想过，其实伫这个耶稣陪伴。门徒的这段路，敢毋是安尼？今日经文拄场长老一定替阮做一个真好的这注解吼，这内底这介绍吼。其实毋是科学家，即马现代科学家无相信耶稣国外。其实伫迄时阵，耶稣拄国外的时阵，因个门徒嘛无要相信耶稣国外。除了2个妇人人。去这耶稣的墓去处理耶稣的尸体的时阵，因拄着天使，伊才想起耶稣的话。但是等这2个妇人人倒转去，彼得甲门徒来讲这个消息的时阵，这门徒敢有相信？因犹原无相信。这个第12节所在讲伊真戆影，这看到的这个代志。所以。拄场长老嘛讲，为虾米今仔日经文是2个门徒，计刘巴甲另外一个无名的这门徒，圣经学讲可能迄门徒是因太太，
即因太太，所以有足侪画家拢画另外一个即门徒是查某的安尼吼。为什么因要离开因妈五因要离开耶路撒冷到伫因妈五？咱通想象，这门徒为什么拄着耶稣的时阵是满面忧愁？因为因是拄着耶稣的时阵，是安怎的来去经验着上帝的奇妙？因为耶稣用伊的医治、神迹、赶鬼，因的讲国道理，互因先来过一摆恢复，互因会当了解上帝国真正要实现伫以色列。所以有侪人为着家己的这原因，无论是宗教的恢复，也是讲因毋望耶稣是要来拯救因脱离这罗马帝国的即个殖民，会当来做家己一个独立的国家。这足侪门徒来跟对耶稣，但是到伫这耶路撒冷时阵，虽然拄着足侪人的欢迎，但是安怎？马上就互遮个宗教的人士、遮个官兵拢抓起来，一个礼拜就收定死啊！其实伫耶稣死的时阵，因遮个一切这对民族，也是对因的信仰宗教，或者个愿望，这个火嘛火化去啊！所以为什么要离开这耶路撒冷？咱来想象讲因的心情是安怎？一礼拜进前，因带一个足大的愿望，足火的这心，要离开耶路撒冷，看耶稣要做啥物代志。一礼拜了后，耶稣死啊，因的老师死去啊，因的愿望无啊。因即摆嘛拄着这宗教师的追杀，所以因要密起来。甚至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这耶稣其实是因的愿望，嘛是因伤心的所在。所以因离开的时阵，是忧愁的要离开吼。其实因要离开的时阵，因嘛知影听到这妇人人所讲的伫这耶稣的梦内底，无看到耶稣的尸体，佮有拄着这天灾这个代志。因嘛咧戆影这个代志的时阵，耶稣就亲自来就近因，甲伊同行。但是因的目睭看袂清楚，无识实因。这足侪圣经学者讲，为什么因看袂清楚，认袂出来是耶稣呢？有圣经学者讲是上帝互因认袂出来耶稣。后尾其实嘛毋是等下经文后尾嘛毋是因家己认捌耶稣，是耶稣做动作，做这动作，互因会当来认出来是耶稣。因无相信耶稣伫因的这3年的陪伴中所讲的这耶稣要死搁过活这应允，所以因认袂出来耶稣。因可能是因为伤惊吓，这礼拜所拄着这代志，耶稣死，搁互这宗教人士追杀，所以因伤惊吓，抵到袂记耶稣所讲的这应允。耶稣第9章第20讲。人子一定着受真济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搁互人害死。第3日，上帝会互伊过活。所以其实，咱知影讲门徒这个状态，无论是伫外口遮个困难，还讲伊心内底的困难，互因拢满面拢真忧愁嘛，认袂出来这个耶稣。总是趣味的时阵，这个计流巴就回答耶稣讲：“你可能是规个耶路撒冷内底毋知影这啥物代志，发生啥物代志的人哦。因就对这礼拜所有的代志拢讲定实摆讲耶稣，甲耶稣讲伊家己发生的代志安尼吼。总是伊讲尾了后，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计流巴嘛无讲耶稣捌对因讲的应允。虽然讲这耶稣拄着这个代志了，但是因有缘无记得甲这耶稣再重复一次他这些发生的经过的时候，嘛无讲其实咱的老师嘛有讲过因会过活所以阮即摆咧等待伊过活安尼。无，伊对耶稣讲的嘛是安尼，有人去望去看但是无看到耶稣到底这是啥物代志，伊嘛毋知。耶稣就开始对因讲：
你是恁遮的无知的人啊！先知毋是拢讲过啊吗？吼，基督会受害，佫有建立伊的荣耀。吼，所以耶稣就对这旧约圣经摩西甲先知的话，拢各一摆甲因来复习一摆安尼吼。所以这门徒的心愈来愈火热，吼，想要甲继续来甲这耶稣继续讲话吼。但是耶稣敢若想要佫继续行，吼，总是伊就想要来继续会留你落来做伙食饭，吼，所以门徒到伫这食饭的时阵，吼，食饭的时阵就耶稣摕饼祝谢，掰开饼摕互因的时，因的目睭就开啊，就认出来耶稣是啥。但是耶稣就无去啊，吼，为什么耶稣无去咧？吼，为什么无继续咧？吼，等下会佫讲吼。总是伫这个所在，耶稣因这两个门徒吼，就认出来，原来拄亲自我咱亲自同行这段路悲伤的路，吼，互阮的心火热，这个人就是咱的老师耶稣。耶稣为什么门徒是认得出来耶稣？吼，我想除了因拄讲的，耶稣对这个道理内底、对真理内底讲明，这真重要以外，互这个门徒搁一摆对因的真事内底，搁一摆来去相信，对，这就是上帝的应允，上帝要伫耶稣的这个死搁过活这个代志显明上帝的计划。吼，伫这个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做这个动作，摕饼祝谢掰开，摕互因食。哦，伫这所在可能有两个解说，因可能想起耶稣分5000个人食饱这个神迹，吼，食饱这个神迹。这500个人，因伫圣经内底因讲，这500个人因真枵，因真状况无好，但是因真渴慕耶稣的话语，吼，所以耶稣就任命因，互因食。我想门徒伫这个时阵，可能是想到这个神迹，嘛有可能是伫上尾这甲耶稣做伙这个暗顿，耶稣嘛共款做一个动作，就是掰开摕互因。为什么门徒会当搁一摆认出耶稣？我想是透过因甲耶稣做伙经历这个神迹，做伙所讲的这个陪伴，因搁一摆认出耶稣，这个动作搁一摆会当认出耶稣。认出动作，认出耶稣了后，因做啥物代志咧？吼，因就继续伊就继续转去耶路撒冷，看伫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咧讲主真正过活，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吼，西门看。这两个人就是计流巴甲这门徒就将这个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咧掰饼的时，因认出来才会经过，拢告互因听。认出耶稣以后，因所做的行动是啥物？伊阁有气力，当倒转去伫因的信仰团体中，来去过一摆去见证耶稣的过活。因有动力，会当倒转去，互因悲伤、失望，迄个耶路撒冷。会当过一摆来面对这个痛苦的代志，因为耶稣的经历已经过一摆来互因来想起耶稣的应允，会当互因以色列互人阁有新的生命才会应允。我想这是门徒认出这耶稣了后的改变，就是去见证。因亲身经历过这个过活耶稣的这个故事，这个经历。但是这个所在我感觉有这个所在真奇妙。为什么耶稣互这两个门徒认出来了后，耶稣就无去啊？若是故事停咧遐，若是咱无继续看，咱想讲，这个门徒敢是神经错乱？可能是遇到幽灵还是幻觉，
但是耶稣对约翰福音，也是讲伊后来的显现，阮讲一摆讲，耶稣虽然离开到伫北斗，总是伊会安怎赐下保惠师信心，甲遮个门徒永远同在，永远同在。耶稣讲话，可能看袂到证据，但是甲阮每一个人同在，火热的心、受安慰的心，这是真实的，这无法度证明，因为这是家己的体会、家己的体验过，你才知影耶稣的讲话真实的同在。伫这所在，我想要甲大家分享，耶稣是安怎来去陪伴，还是讲去关心这两个失去五望的这门徒。头一个，伊的动作是亲自去行我因这两个失望的门徒。我想伫咱的教会，咱的也是讲咱的关心咱的亲戚朋友，也是兄弟姊妹，咱可能嘛会当来学习耶稣是行到因的边啊。去关心伊，毋是讲用这伫天的声音讲，哦，恁若是安怎？哦，莫呢，伫安那才失望吼。耶稣是用人的状态，到伫因的身躯边。咱伫关心咱的事势、咱的亲人、咱的兄弟姊妹时阵，是用啥物款的态度？是坐伫遐请因来？你是你最近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安怎啊？还是讲咱的心，甲咱的几个人的状况，会当是我伫伊的身躯边去了解伊啥物代志，会当证明看到伊。我想即摆网络足方便，赖群主足侪，会当互阮会当做伙来关心代祷。总是面对面的这关心，可能是咱的人无法度去取代用这3C 产品、这文字去取代。耶稣搁一个是。亲自去问因发生啥物代志，我想咱去关心别人的时阵，常常会当发现一个错误，一个状况就是讲足紧的袂互别人建议阮的囡仔来甲我讲爸爸，我伫学校安怎，我大汉囝是幼班小班伫学校安怎，我就无用嘛，我就无时间听因讲，我就用我的经验甲伊讲。这拄着这个代志，拄着甲别人冤家，你着安怎就好啊！我就正经互伊建议。总是耶稣即马做的是安怎？因请门徒家己讲发生啥物代志。虽然咱可能是遮个苦难，也是讲病痛经历过的人，拄着即马当咧这病痛中的人时阵，咱可能真紧会用家己的经验讲这真简单啊，是讲这无啥物代志啦，正经就会当过去安尼但是耶稣无很快给他们建议，没有用一种过来人的角色给他们建议，因亲门徒家己讲，家己发生啥物代志。我想这重新诉说自己发生的经历，是一个耶稣用这关心人的这个就很真重要这个方法。第二个，做伙同行，做伙同行。咱会常常咧讲，到底要陪伴咱到啥物时阵？陪伴遮个亲人会当陪伴到偌久？陪伴咱中青团契的亲人，当陪伴偌久？4冬上济可能亲像信群，搁读研究所，会当搁加2-3冬。但是上帝是安怎陪伴咱？拄仔讲，耶稣过完了后，伊是赐下保惠师信心。永远同在，感觉永远同在。这同行，这关心，阁是安怎？耶稣可能，咱可能想讲的关心，也是讲陪伴，爱用疼心耐心，爱听因讲听。但是耶稣伫个所在，很跌破我们的眼镜。他说什么？用教示甲门徒讲，恁遮无知的人啊！我想伫这陪伴，毋是用疼心，也是讲耐心去陪因，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可能嘛爱互因知影讲真理，也是讲信仰内底的教示，要安怎来教导遮
搁伫遮中间的人，互因搁一摆会当对这个情绪，也是伫个状况内底，知影讲啊，上帝教示是安怎？我想这是做伙同行，耶稣啊，甲这门徒做伙同行，甲阮做伙同行一个伫这经文内底重要的这分享吼。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的伊马五的路，毋知是倒一条？咱要对倒位行到倒位去？门徒是对耶路撒冷荣耀耶路撒冷行到伊马五去，要逃离因的这失落。伫咱的人生中行即条伊马五的时阵，请咱搁一摆来想想，来回想起吼，搁一摆来想起，伫咱的失落、失去愿望、破病时，上帝透过啥物的使者、啥物的天使，吼，可能是咱的兄弟姊妹，可能是咱的教会的中正同工，吼，咱的亲戚朋友，吼，亲自行入来咱的生命内底，来入来咱的生命，要逃去这伊马五这条路的内底，甲咱做伙同行陪伴，吼。等咱搁一摆来去想起即个互人陪伴的这个经验的时阵，咱才有可能对咱即马陪伴、关心咱的兄弟姊妹、陪伴需要的人内底才有无力感，才会失望、看不到路的这些情绪里面，我们才能回想起啊，原来我捌有过去的生命嘛是有互人陪伴、关心。因为上帝疼痛稳定，互阮过一摆会当有机会，会当服侍别人，有机会会使去陪伴关心别人。我想这个是会当互兄弟姊妹过一摆来去想起耶稣安怎来陪伴咱的这个故事吼。其实我过去拄我讲信道吼。伫个淡江的时阵，我就知影讲信道因爸爸是牧师吼，信山牧师。其实我爸爸嘛是牧师吼。总是我参加这个同工中心的时阵，其实是阮兜爸爸的牧会拄着正无容易的时阵吼。我的信仰迄时阵嘛，因为我的信仰甲阮爸爸的牧会的这个生活内底拔掉的吼，所以其实我无去发展我家己的信仰的过程吼，我拢想起讲我若是会当事情，我就会当互爸爸的服侍会当较顺遂吼，免一直换教会，免一直搬厝，免一直转学吼。我参加教会，我的服侍是为着来维持阮兜，也是讲我的生活的稳定。所以伫大学进前，我是拢是一直安尼来去上这个信仰，也是讲这个教会，就是阮兜的头路，吼，甲我无啥物关系。总是伫迄个时阵，阮爸爸搁咧找教会的时阵，伊就甲我讲毋知后一站路伫倒位，所以我听讲这同工遐有宿舍，那个时候我一年级上学期吼。上学期的时阵，我都无啥物去参加聚会，因为迄时阵我住伫板桥，所以这聚会了后拢10点。10点我实在无法度安尼通遐久吼，所以我就无参加安尼吼，就参加。以下的时阵就去住这个同工的学校，吼，透过实在信道，才会 PK， 吼，佮有其他的学长学姊，因才回忆伊伫这同工的时阵，为虾米因的信仰会当遮追求这个信仰？为什么甲我以前伫教会所拄着的这个信仰团体，也是讲亲人吼，阮爸爸拢是无会较细间的教会吼。主日的时阵，常常就是这学生就是我甲我小弟吼。青少期时阵，我甲我小弟吼。主日的时阵，老师是我妈妈哦。青少期的辅导是我爸爸哦。所以我就想奇怪，这亲人为什么会当遮？热衷吼，才追求因的信仰安尼吼，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我爸爸的这种说要绑在一起吼，我好像免去服侍，还是讲免去主日礼拜，阮爸妈唔知吼。
我咧开始咧想想讲，安尼信仰对我的性命到底有啥物意义吼？所以就开始伫遐搁一摆来学习，可能搁一摆拍破我以前对教会、对信仰的想象吼，过去无好的遮经验。啊，好不容易到这3年级的时阵，敢若我的性命伫这团契内底，敢若受到造就吼。但是因为阮兜因为爸爸的这找教会无顺遂吼，无顺利。所以，阮兜的经济的状况，我想讲安尼我是毋是莫读册啊？我去做工课好啊？我感觉我伫这个所在花学费吼，然后对家里没有贡献，安尼我感觉好像我没有办法，我这样很亏欠我的父母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拄着这时期吼，甚至我开始咧怀疑讲，为什么我爸爸妈妈？我就怀疑上帝讲，为什么我爸爸妈妈遮专心咧服侍你，但是拄着遮个代志，我搁一摆来去怀疑我的信仰安尼吼，总是伫迄时阵，无论是信德，还是讲阮的辅导，还是讲学长姐，拢陪伴阮去经过这个信仰的怀疑，所以我才有可能搁一摆徛伫遐做见证，会当搁倒转来，咱的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去陪伴。阮的学弟学妹、弟弟妹妹，我想伫这个大学这个生活中，是大学生因开始来吸收很多高等知识，很多的冲击，譬如讲科学嘛好，譬如讲足侪理论嘛好，这足侪知识，甲咱过去伫教会内底所讲的这个信仰，耶稣教我这个代志，到底像是真理？搁拄着这人生中。开始要出社会，拄着要去经营因的这亲密关系，经济状况，信仰到底对因会当有啥物帮助？我想这4当是这大学生人生中上重要这个时期，因为因要开始咧怀疑这个信仰但是这个时期若是有一个团体无论是来去辅导也好，还是学长姐嘛好。会当甲耶稣共款去陪伴门徒，去陪伴因去行过这条以马五的路。虽然咱的教会有足侪参加中心团契，但是咱今仔日要献诗的建大团体嘛，有足侪是对东部，也是讲对中南部来的这个青年。因的伫台北的这个信仰，伫这个花花世界的台北，因的信仰要安怎来去继续来行落去？我想除了咱的学生中心。咱的教会支持，也是咧陪伴因咧行这条路。这是咱的去年的这个主席小皮，可能大家伫教会内底嘛真熟悉。伊伫今年年初伫神研班有一个参加了一个投稿，伫咱的这个学训第2期的学训，这第2期学训是电子的，所以拢伫这 QR code 内底伫电子的伊讲因为。伊讲因为这分享，伊讲他是新闻系的然后新闻系就是要追求真实嘛所以伊的个性嘛是安尼，总是咧愈相信信仰这条路的时阵，伊开始咧怀疑到底信仰是啥物，敢若查到敢若嘛，到底创世纪的第1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伊嘛无清楚安尼但是神研班的时阵，内底王龙英牧师对因讲。若是咱诚实面对心里的焦虑、担心的种子，这是一个甲上帝相拄的经验。这甲这多马同款多马会无相信，因的怀疑，搁较济去经历着上帝的稳定伊上尾安尼讲或许信仰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或许我还在等待，或还正在经历上帝的作为。但这颗不断怀疑、不断追求的心，让他的信仰开始在心中稳稳的扎根我想每一个陪伴青年的辅导，也是讲时代，看到因搁伫这条路内底有成长，我想这是足大的这个安慰我今年我咧带这个辅导，也是讲这个长庚团契的时阵，拢透过这个阿伯拉罕的故事伊对信仰内底虽然教会拢讲伊是信心的老爸，总是伊对信仰内底嘛有足侪拄着人生的足侪困难的时阵，
譬如讲，伊卖某做大舅2摆，吼，伊拄着家远就离开伊原本要行迄条路，伊嘛拄着要去拯救这个路德，吼。行这个上帝应允呼召这条路，可能毋是足顺利，嘛会拄着信心软弱的时阵，吼。我用这个亚伯兰海个个故事，用做成这个路线，吼，来跟大家大学生分享，吼。了后，我就请伊嘛开始咧讲，因的这个信仰内底的这个路程是安怎哦。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也还有看到信群哦。我想伫咱的这个中心团体，咱的来陪伴这些青年，去聆听哦，这些青年他们怎么样去诉说他自己跟上帝的旅程。他们在重述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稳定跟疼痛。可能毋免我特别甲伊教导，也是讲听册，因为家己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伊有足侪感受，敢毋是？哦，伊嘛会当搁开始有气力，甲这个门徒共款，倒转去耶路撒冷见证。咱的青年嘛会当有气力来替别人来祈祷。哦，所以伫这个两个这个中会合作的这个学生中心，阮咧一直咧做的就是来学耶稣来去陪伴因的这个门徒行这段路吼，这段适当的路。咱即摆同工有4位的牧者吼，佫有3位这个辅导吼，这7位吼，这7位辅导哦，有6位拢是咱中心团体出身，有4位拢是咱台北大专哦出身的这个秘书吼。因离开因原本因的工课，特别我讲的是毋是传教者这3位同工吼，伫咧下骹有2位，等下要做伙来献诗的有2位辅导。因离开原本很稳定的工作，他们原本住在中部等等的哦，因为什么原因会当放弃因的原本的生活，要来到这个所在服侍吼？可能因原本的薪水、社礼，可能甲即马会当来这个支持是无咧比，但是因为什么会当放弃遐个来服侍咱兄弟姊咱的亲人，毋就是因为耶稣互因的心搁一摆火炼嘛？哦，所以咱即马有18个团体，总是咱的学校是北北基宜地区有30个学校，超过300个这个学生甲毕业生，拢继续咧关心大道。所以其实咱是需要咱的兄弟姊妹继续的支持吼。咱所做的这个教育，也是讲这个培训，会当互因搁一摆伫因的社会，伫因的学校，也是讲转去伊的教会，吼，会当来造就别人，会当来服侍上帝，吼。总是伫这个世代中，我拄仔开始嘛讲，这个特别是在台北的社会吼，互因因的这对未来这个焦虑吼，也是讲经济的需要。哦，其实嘛去压缩掉因的生活，也是讲服侍，也是讲去自我探索因的未来要什么款的生活，才会时间。哦，所以其实甲拄仔开始讲共款，这个陪伴，这个服侍，这个时间是长时间要耐心耕耘跟等候的。哦，这个4年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哦，但是那是对上帝讲来看。咱的这个阶段，咱大学生这个大专这个阶段是适当。未来因要离去毕业了，要离去咱的教会，要倒转来咱的教会，这是整体的这个青年的时间。我想咱会当做伙来来做伙来做一个陪伴因的这个足好的同工吼。所以咱今年的目标，除了要来开拓咱的团契吼，佫有譬如讲崇祯即马虽然伊是科大，伊参加科大长青吼，但是阮对这北医嘛有去开拓一个北医小组吼，所以会当望伫每一个学校有需要的大学生的遐会当拢有一个团契，还是讲小组这个信仰的这个所在吼。哦，因为即马学生吼可能早起拢爬袂起来吼，所以我想讲会当透过因惯习的方式吼，做 YouTube 会当有信息吼，才会当互因有信仰内底的造就吼。
佫有较侪的活动、联谊的活动吼，来去推动这个大专的学校宣教吼。所以咱伫这个咱的手头这个学讯吼，下骹有一个 QR code 的这个所在吼，内底有足侪咱的资料，比如讲咱的网站、咱的FB 哦，咱少年人用的 IG 哦，啊内底佫有一个表单是，若是讲咱的兄弟姊妹知影讲，阮有熟悉的人伫学校内底是做内底的教职员，吼，因是基督徒。啊，伊嘛有愿意来做伙来陪伴遮个青年，吼，内底有一个表单嘛，兄弟姊妹卖当填写吼。明年嘛是70周年，咱台北大专的70周年吼，所以咱需要咱希望讲会当来重新来连接遮个毕业的遮个客友吼，会当做伙来关心大专的事工吼，会当来继续来更新咱的大专事工的需要，佫较侪甲伫教会还是讲社会内底彼此做伙来合作吼。所以若是恁是即个。有实在，还是讲恁就是闭气吼，内底嘛有一个表单，嘛欢迎会当来填写，会当互明年70周年时阵做伙来去欢喜啊！即个上帝咧祝福即个事工，已经做70年啊！吼，即个事工安尼吼。那请兄弟姊妹继续来为着咱的学生中心来代祷吼即个团契，真正因的对福音内底的需要，毋论是讲出来，还是心内底。无讲出来，因的需要会当来回应因的需要，吼，互上帝来进入因的身边吼。嘛请为阮的学生中心的同工目前有9位的同工，除了7位的辅导，佫有2位的行政的同工吼。即阮9位同工，已经有2位是有囡仔的牧者吼。我3个，另外一个牧师1个，今年拄啊另外一个同工嘛，拄啊出世1个，吼7月佫1个，8月佫1个，吼。所以其实过去咱想象讲大专中心团契的团购者，敢若拢是单身的较济，还是讲无结婚、无囡仔较济吼。但是阮即马同工拢做者拢是有家庭的，所以其实这嘛需要讲来重新来去思考讲咱的事工。甲咱的家庭内底要安怎去做平衡吼？所以希望兄弟姊妹继续会当来今年来为着咱的全职辅导的工作者的谢礼吼，就是讲毋是团购者的谢礼这个部分吼，就是咱的正大长青的辅导义山姐，甲另外一个是雨慈姐吼，伊是带士林长青、甲民传长青、甲世新长青吼，每年3位总共。一档爱150万吼，所以其实阮真毋茫讲因的聘任会当较稳定，会当陪一个囡仔对这大一到伫伊大4毕业吼，有一个较完整的这个陪伴，所以毋茫讲会当这个这谢礼会当到2027年这个时所以请大家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继续关心代祷。好，这是我拄仔讲这个学训内底的 QR code 安尼吼。上尾，歹势，上尾我想要来甲大家来做伙来去想起这到底耶稣、上帝透过什么款的方式去陪伴我伫生命中上艰苦迄个时阵，透过今仔日经文，透过咱教会足侪礼仪，无论是圣餐。信礼典，也是讲别人的一句安慰的话，互阮讲一摆来想起，对，我的心嘛是安尼火热过吼。所以咱伫陪伴，还是讲关心人的时阵，嘛会当来去继续做即个使者，继续来去陪伴关心人吼。希望信息当拍开咱兄弟姊妹的目睭。搁一摆来去想起这上帝当初是安怎去陪伴阮，互阮有新的生命，会当个人甲别人讲，搁见证上帝的恩典伫咱的生命永远同在。同心来祈祷，请上帝感谢你，因为你会听从你的恩典，互阮伫
失望的时阵，要逃离失望的耶路撒冷的时阵，要逃往以马五的时阵，要将阮家己关起来的时阵，是你差遣你的使者，你的天使，就是阮身躯边陪伴阮信仰，陪伴阮用忝心、甲耐心、甲教示陪伴阮的遮个兄弟姊妹、亲情朋友，互阮会当过一摆来认出上帝，你永远共阮同在，无互阮的目睭因为阮的失望、阮的失落，认袂出来上帝，你伫倒落？上帝，阮伫这个服侍，还是讲性命，还是讲生活过程中，有侪侪的无容易，有做侪侪困难的代志。但是求上帝，你赏赐你的信心，互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目睭，互阮过一摆会当对你内底，对你遐得着火热的心，互阮阁有得着火热的心来服侍你，来服侍阮中远心灵需要、身躯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亲人，甲阮后一代，才会亲人。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正大长青团契，他们也要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他们的见证。他们里面的歌词这样写：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他们用这首诗歌，虽然他们还年轻，他们愿意喜乐地跟随耶稣，在这条人生的信仰路上。
即时咱三甲来献诗，来唱诗，唱圣诗592首，咱行世间的路。咱行世间的路，心肝艰难不出，因为心思还袂晓悟，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伫无拍算的时，帮赞的人来对咱讲，互咱通听道理，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来奉献。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个报告的大声，咱今仔日来读金句，今仔日的金句2遍，请恁对伊来信上帝，就是互伊对死人中过活的，也互伊阳光得到恁的神甲望伫上帝。恁对顺坦真理已经清起恁的身魂，得到疼兄弟无解，就对心切切相疼。彼得前书第1章21节到22节。恁对伊来信上帝，就是互伊对死人中过活，也互伊阳光得到恁的神甲望伫上帝。恁对顺坦真理已经清去恁的身魂，得到疼兄弟无解，就对心切切相疼。彼得前书第1章21节到22节。下周的圣工分担，请咱有服侍同工家己来斟酌来注意。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科牧师，司会是云林长老。咱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26章。下周主日礼拜，主理是科牧师，经文。圣诗金句，咱请家己来看。题目是仆人的祈祷。掀开第6页，教会消息。今仔日台北大专中心奉献主日，咱真欢迎廖传道来请安报告甲讲道。我代表教会甲伊更伊算谢多谢。第2点是8月2班，伫下晡1点到2点，地下1楼有准备简餐，咱会当来参加。第3是儿童主日学通知，11点要伫地下1楼召开教员的同工会，筹备这儿童夏令营甲募款游艺会，请教员同工来参加。继续为着咱身体欠咱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医治。奉献的部分有出入，咱会当甲财务也是干事来讲。今日有新来的朋友，平安。咱今仔日是台北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所以咱现场有几位正大中青团契的兄弟姊妹，甲咱三甲属，我请廖团导来跟做一介绍。我先跟大家介绍我们正大长青的辅导义珊姐，然后还有我们同工另外一个雨慈姐，也是我在淡江长青的学妹这样子哦。然后除了还有正大长青的同学。还有轩儿，然后还有来支援的世青长青的青年，然后我想除了我们在校生之外，我们在教会也有，不管我们这些青年或是闭气，也一直在我们教会里面哦。所以如果是我们今天不是献诗的，我们也可以起立嘛，让我们知道，像我们当中有很多长青的闭气，信德、信群，还有崇真、佑浩。谢谢真的很谢谢教会有这么多的青年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教会培养这么多的青年，然后参与长青团契，让其他来从中南部或东部一起来参与，在台北一起来聚会，这些青年真的有受到很好的团契的生活。过几拜多谢大家，多谢。真欢迎恁，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三甲做伙组织。这是咱来唱尾面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刷请科牧师来祝祷。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过活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你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